前国安局长谢少的中校退伍了后，去到别流来经营旅游业，算是变做泰资集团的诈骗共犯，涉嫌提供当地度假村来做洗钱的水房。检调时去抄伊的手机嘛发现讲伊竟然要做中国的间谍，来提供别流支持台湾的情报甲外交的行程。即嘛检方是认定有重大的国安危害，依照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来甲伊起诉。泰资集团逼出伫台湾洗钱上百亿的弊案，前公安局洗招的中校，却变做诈骗的共犯。伫咱国的友邦逼流经营旅游业，伫疫情的期间涉嫌提供当地的度假村，和泰资集团当作是洗钱的水房，红列作被告，以120万交保。检调深入追查，发现洗招的中校早就和中国单位 GBD 公共文化外交交流中心吸收，变做中国的间谍，分别伫2021年4月、5月期间接受指示，探听逼流伫世界卫生大会 WHA。支持台湾的相关提案和结果研判，向中方来汇报。2022年3月，搁探听逼流主办咱的海洋大会证书，提供中国咱代表团的人数，带队的官员带小丁主席。对抗的是中国对台湾的威胁，没有想到呢，退伍30年去帛琉做生意，竟然甘愿当诈骗集团的共犯，也甘愿当中共的走狗哈，背叛自己的国家哈，这是非常让人家唾弃，而且不可原谅。检调调这细节的手机对话记录，掌握伊替中国做情报工作的证据线索。新的地检署侦办指出，讲这非机密资讯经过整理，同款是有重大国安危害。19照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甲细节的起诉，会当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或者分析过去对中国间谍案，重点是抗敌敢有漏涉机密。不过，这人会当看出，就算是网络的公开资讯，只要有所及的行为，那有可能危害国安面对刑责。比如说，我们跟帛琉有什么这个在，比如说大家在协商的这些问题需要解决的这个困难的时候，当然这些跟帛琉的这个困难点啊，当然也就会可以成为中国利用来拉拢帛琉来打击台湾的。公安局的报告显示，讲对去年到今年3月，中国间谍案起诉58个人，现役退役的军人就占一半。反映出中国是针对退役的军事政治人员做吸收的重点对象。或者认为讲政府应该加强对退役人员的管理，避免出现国安破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